今日係蔡晴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密雲有雨，咁朝早去到中午嘅雨勢就最大啦。咁部分地區咧有超過100毫米嘅雨量。入夜之後咧，局部地區亦都有驟雨㗎，但係雨勢唔算大。落雨咧，令到氣温低翻啲。今日喺尖沙咀天文台錄到嘅氣温介乎23.9至到26.4度。11點鐘氣温係24.6度，相對濕度99%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聽日係多雲間中有雨，朝早有幾陣雷暴。咁氣温咧就係介乎24至到28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。咁喺地圖上面可以見到啦，星期5開始雨區咧就會遠離我哋噶啦。咁預測咧聽日稍後雨勢會逐漸減弱，之後2-3日咧會漸轉天晴。咁週末咧有望可以見翻陽光，氣温咧就係介乎26至到31度。而預測聽日嘅空氣污染水平係輕微至偏高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4，強度屬於中等。又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台北同高雄有驟雨，廈門多雲，廣州雷暴，而澳門有驟雨。首爾同瀋陽都係多雲，北京、上海有驟雨。日本嘅大阪有雨，東京多雲。東南亞地區巴厘島係多雲，雅加達有驟雨，新加坡雷暴。吉隆坡多雲，曼谷有雷暴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馬尼拉有雷暴，孟買有驟雨，卡拉奇有雨，新德里天晴。澳洲嘅墨爾本有雨，悉尼、布里斯班都係天晴。惠靈頓有雨，奧克蘭有驟雨。泰美州多倫多、芝加哥都係天晴。溫哥華多雲。三藩市洛杉磯係天晴。歐洲方面，阿姆斯特丹、倫敦、法蘭克福、巴黎同埋蘇黎世都係天晴。嗱，嚟到9月初啦，英國依然係晴朗溫暖㗎，可以見到啦，倫敦聽日嘅高溫依然有25度以上。嗱，唔知道經常歐遊嘅朋友有冇發現啦？今年歐洲係比較熱㗎。以英國為例啊，咁主要城市啦，7月以嚟嘅平均氣溫比上年係高出1至3度。咁但係一個冷鋒系統咧會喺聽日開始流過英國，咁倫敦後日開始咧就會落雨啦。之後幾日嘅氣溫亦都會低翻啲。咁準備出發去當地嘅朋友記得要帶多件衫啦。今晚講到呢度先，晚安。天氣報告係由舒緩飲飽食滯有病唔使怕嘅保濟丸提供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看地球，係由太子珠寶鐘錶及寶齊來贊助播映。以下時段81台翡翠台及85台高清翡翠台將進行分途廣播。你稍後請收睇娛樂頭條。